新闻一开始先来看，因为风面接近，高雄透早是透风落雨，伫咧陆地公山顶所在有3000户停电，伫咧家庭是有路牌甲树仔，互风扇倒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上班时间嘛造成市区内大塞车。 大风大雨，互高雄嘉定区的居民感受真强烈。嘉定区在17线有路树、路牌拢互吹倒去，加载无人受伤。警方伫现场疏导交通。早时6点外，高雄向单位讲落大雨，国道连见都变歹，各一北上路段真侪车辆拢拍上黄灯，减速慢行。公山区介修路桥往西方向，民众发现奥多摆车道积水，有人掉车。是蛮突然的，就突然就是狂风暴雨就突然下过来这样。 那有影响到你们吗？有啊，就是裤子都湿掉了。有那种台风天的感觉。高雄市区嘛大塞车，甚至有市民伫咧大流水沟边发现土石。这场雨嘛，互高雄路德、公山、乌来等地区停电3200外户，到25号早时，还有600户无收复。从今天清晨到上午，还是有一些云系从华南一路到台湾哦。 那其中这些比较蓝色、紫色的一个位置呢，大概就是比较强对流发生的一个区域哦。所以今天在南部地区有比较明显短延时强降雨已经发生了。气象署表示，25号有另外一个锋面接近，天气也是无稳定，各地容易有地震雨也是雷雨，西半部会陆陆续续出现着阵雨也是雷雨，而且有局部大雨的几率。较低所在就要注意积水。不过，这个锋面靠近，嘛替全台水库再来水量。 水利署统计，这3天全台水库预计增加4114万吨的水，其中中部第一关，第二关是北部，南部则是累计45万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湾